想係煉奶，又怕悶。今天就同你分享做一款絲滑醇厚、無糖生酮友好的神仙煉奶，實現煉奶自由就係咁簡單。生酮煉奶，無糖低碳版，真係咖啡絕配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滋味主義。牛奶300克，淡奶油200克，羅漢果糖60克，小甜版。糖的分量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加減。天然增稠劑黃原膠，佢嘅作用可以防止羅漢果糖冰晶化，令煉奶更加順滑。黃原膠1/4茶匙就夠啦。充分攪拌，徹底混合均勻。然後加入冷牛奶中，充分攪拌，靜止10分鐘，讓粉類與冷牛奶完全融合。冷鍋冷牛奶，開中火煮到沸騰。沸騰前要瘋狂攪拌，才唔會變成一坨坨的疙瘩。一邊煮一邊攪拌，咁樣才可煮到絲滑的底漿。見到有小泡泡時，轉為中小火，繼續煮，繼續攪拌，同時保持溫度攝氏80至85度。全程煮咗25分鐘。煉奶顏色微黃，都聞到奶香，用刮刀劃一下，痕跡亦能保留1至2秒就得啦。我個人比較喜歡醇厚一點，就係咁樣。可以熄火，加入海鹽，提升甜味的層次感，再翻拌一下。倒入乾淨杯中，可以見到非常幼滑嘅煉奶。煮好嘅煉奶有300克，水分蒸發大約40%。再過篩一下，就更加幼滑啦。貼上保鮮膜，就唔會結皮啦。放涼後放入冰箱冷藏1晚，質地會更加醇厚。第二天早上，取走保鮮膜，又係咖啡時間。最近愛上煉奶咖啡，手沖咖啡加入自製煉奶，實行煉奶自由，無負擔。無論是配咖啡、搽麵包或者做甜點，都係超級完美啊！最重要係無糖負擔啊！係咪超級簡單啊？記住2個關鍵：黃原膠和羅漢果糖必須預先混合，再加入冷牛奶中，靜止10分鐘，邊煮邊攪拌，你就一定成功啦！
做好的煉奶放冰箱，可保存1至2週都冇問題。話咁簡單，快動手試試吧。歡迎留言、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，下期再見。